对日抗战结束了后，中国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，共产党领导解放军全守围攻，前后得到3大会战胜利，多港进入南京，占领上海。1949年10月初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伫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。1958年10月初，美国通过国家航太法，建立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正式开始运作，接受43档历史美国国家航空资讯委员会甲8000名员工。当年都预算是1亿美金，有3个主要研究实验室，随后北京嘛批准 NASA 的票据。2005年10月初，印尼巴厘岛再次发生恐怖攻击事件，伫金巴兰村甲库达旅游区，前后发生6件连环爆炸案，造成32个人死亡，900个人受伤。因为2002年巴厘岛嘛发生恐怖攻击，当时死伤者真侪是外籍观光客，后续影响当地观光，因此2005年虽然佫是印尼回教祈祷团再度进行恐怖攻击，不过对象已经变成当地民众。